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你看到我今天这一身装扮了吗？你知道我要去哪里吗？我们今天要去体验我们的清洁队员。那我们今天找到的是我们南区清洁大队的黄班长。耶，黄班长，黄班长好。黄班长可不可以大概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我们清洁队员就是一般日常的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清洁队基本上有早上的扫路班、大型家军搬运的机动班、水沟班，还有晚上的一些清运班。是，你看像我们现在身后这个就是水沟班嘛，那他们的工作主要是要挖什么东西呢？一般民众里内的一些侧沟清淤，每个里都基本上会排定时间下去做巡回的清淤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水沟清淤喽。好，走。基本上我们都把水沟与水沟盖之间的那个土都已经集中在这个地方。哦，石头的部分。拉起来就这样子。你来试看看。好，我来试看看挖水沟清淤。好，如果我刚刚看那个就是其他清洁队员，他们都很快就可以挖出一大坨，然后我挖超小的，所以就是要把这些土全部就是挖完吗？台南市有37个清洁区队，他们每天都非常辛苦的在维持我们市容的整洁。那在防疫期间呢，他们甚至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哦，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环保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环保局局长谢世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的清洁队付出很大的心力。那现在呢，刚好不巧又碰到这个新冠肺炎的这样的疫情，所以呢，我们又加入了这个消毒的工作。包括各位经常进出的这些交通场站啊、火车站啊，或是高铁站啊，我们的同仁都会去消毒。不要小看这消毒，背了一个20几公斤，加上机具，背起来是30几公斤。所以这样连续工作下来，老实讲，他们的负荷很重。当你在路上、街上，或是甚至在看到我们清洁队在扫巷弄的时候呢，拜托大家也给他们按个赞，或是鼓励他们一下。我相信呢，他们会觉得说，他这样努力、辛苦付出呢，市民有认同，他会觉得很欣慰。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伙了解。台南的往来一直拢是非常重要的农特产品。现在因这往来的产柜，市长委托也担任超级推销员的角色。16号北上行销，原本主办单位准备了2000箱，但是现场参与的新北市甲台北市的农会不断加码，短半点钟内就卖出3700箱，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高兴能够来到新北市我们板桥区农会，能够跟我们来自大台北区的各农会，以及我们台南市的各农会，大家一起共聚一堂，来为我们台南最优质的这个甜蜜蜜凤梨来做行销。我们知道，在台南是凤梨的故乡之一，全年的凤梨产量高达73000公吨，那所以说占台湾全产量全国的大概15%，那产值也很高，大概17亿所以我觉得我背这么多数字，基本上都是农民的心血，所以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来自消费地的各位好朋友，不管是农会的好朋友，还是今天现场的市民好朋友，大家都能够体会最优质的农产品，就是台南的凤梨。我们知道台南的凤梨事实上外销蛮多的，那我们总在想，连国外的朋友都能够品尝到最优质的台南凤梨，那为什么我们在国内，尤其在双北、台北、新北最优秀的这个我们的消费者没有权利来品尝的？所以一定会有的。所以今天非常高兴在短短的这个半个小时，我们就完销3700箱了。我们也希望说借这个机会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来品尝。现场行销往来以外，也有台南工农会准备的丰富的农特产品，要让湘北地区的民众会使趁机会品尝到台南优质的产品。除了凤梨之外，今天有大概20个摊位，来自台南市的各区农会，
有许多好产品，包括毛豆啦，包括我们的这个牛奶乳制品啦，还有包括许多的水果麻油这些的，通通都是非常优质的台南的这个农特产品。所以一句话就是不怕货比货，只怕不是货。你要试货就来台南来看最优质的农产品，那时候你就试货了。对今仔日开始，消费者只要到湘北地区的果农会，就会使买到产地直送的好食的台南王来。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国民党大动作，上午全国干部召开记者会，面对武汉肺炎，要求政府纾困一定要发现金，防疫爱口罩。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伫个书记长王家珍、加副书记长发言人等人的陪同，共同召开记者会，并且向中央政府来发话。如果你是扩大消费、振兴经济，那你可以另外用你的这个消费券的方式，你的碰券、酷碰券，你的什么券都可以。但现在人民就是非常的困苦，所以我们全力要求发现金，纾困要发现金，防疫要给口罩，让我们这些辛苦的药师休息一下。不要再让我们的长辈排队2-3个小时，还不一定买得到。如果 coupon 这个英文字来讲，它的原意是为了省钱 ，buy one get one free。OK， 这不是我们自己台湾人习惯的用语，一般人也听不懂。你发什么coupon券？就像刚刚主委讲的，要去碰谁，要去碰倒谁，这个时候大家要互相拉持站起来。所以呢，我们觉得民进党很奇怪。连用这样子的一个纾困政策，都一定要跟美国扯在一块儿，把它变成酷碰，让大家听不懂。你去问一个70岁的老大人，该问一下酷碰是什么意思？那我个人的看法，我也支持说，应该要由政府统一发放现金，然后让所有的人是免费可以领到这样的一个口罩。我有另外一个想法是，真的不行，你不想要发现金，你为了口罩，你是不是可以发一个口罩券？你发口罩券给全国所有我们台湾的百姓，你拿的口罩券，你可以免费去领取口罩，不止在西药房，你甚至在任何的超商、大卖场，你都可以借由你去消费的过程当中，拿着口罩券去领你所需要的口罩。议员表示，政府的振兴方案。发行酷碰券根本就是看会到、食袂到，而且使用时民众爱先消费才能抵用。加上各行各业受到这波疫情的影响，现场不止观光旅游业，就连游览车业者嘛叫苦连天。希望地方政府的牌照税会用来减免。阮爱纳税金，爱纳牌照费，爱纳燃料费。政府交通部有讲燃料费唔免，但是牌照费是一半。牌照费是按台南市政府的收入，希望按市长会当秉公处理这样代志。我牌照费免收，因为牌照费是毋是中央的啊？这是市政府的财税啊。搁一点问题，你这问题就是讲政府敢会晓讲话，会晓大声，甲政党当你一个政治斗争，爱可怜阮遮个百姓。针对议会国民党团的意见，民进党团总召柯丽丽随后嘛发稿来澄清，表示小英总统伫个昨暗的社群媒体就已经表示，纾困会先发现金，等待疫情舒缓，会搁再来加发酷碰券的政策方向。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准副总统赖清德日前抱孙做阿公，台南市议员谢龙介特别送上特chế鸡卵糕。恭喜老朋友，就连市长黄伟哲知影消息，嘛特别祝贺，恭喜做人成功，并且鼓励新人继续努力，希望好事会能接二连三。做阿公呢，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快乐的事，所以我们都是他的好朋友，包括这个黄市长也是一样哈，我们都祝福他做阿公呢心情快乐，所以送蛋糕是一个心意的表现呢，这是因为。各位提议嘛，那我觉得说好事，大家共同为他祝福。那为什么要用那张照片，然后写那些字？因为那个是最新科技，台南市有很多
文创的这个蛋糕店，所以他们用那个巧克力还有糯米粉整个，然后用雷射输出，所以出来相当精致啊。那我们觉得说这个蛋糕店啊，好像在海淀路那边非常有创意，所以这个在画面上看起来也很漂亮。所以这个用这种展现欢乐的心情来祝福赖阿公。赖副总统当选人做人成功，这是我们效法的目标。因为我女儿还小那但是你也做阿公啊，你们就安尼，你不做啊做哎，真的很谢谢，这是本来就是好事啦好事本来有个迎接新生命的诞生，那本来就没有分蓝绿了。不分朝野，大家都很开心。总统代表国家，副总统是当选人将来就职后也是国家的领导人我们很谢谢。那这个也很祝贺。那希望说这个他成功之后，也做人成功之后，也要再继续再接再厉。这两届特质祝贺家两个有业者发挥创意，将过去网友苦诉伊和赖清德两个人。一生只监督你一人的画面，改为一生只祝福你一人。不过，当媒体询问设计两个的时，两个人的感情是不是一刀两断？这两届嘛笑笑表示没啦。多年的情感不会因为这个一刀划下巧克力就一刀两断啦，各位放心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赖副总统呢，在这个政治的高度呢不断提升，而且很多人说他最近很沉稳，其实这种内敛一直到520之后，我们希望他就职以后能够带给台南市呢更多的建设啦，帮助台南市更多。市长因为出席关键记者会，甲这两届不期而遇，虽然家两个已经分享完毕，不过市长看到苦诉的相片，嘛会心一笑，并且表示迎接新生命来到。无分哪里，伫防疫期间，市长甲议员嘛以手助理来代替握手。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湾开日是地来到中西区西门路一段761巷顶小西门第2的范围，因为卡伫都市计划紧急的限制，佮无法度征收，所以多年来侪空厝一直拍远。听李长讲，话规动到暗时甚至有50几只猫仔组织，恶臭加垃圾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的品质。立前议员家己会刊拢规卡猫屎上架。伊附近就是国华街观光林雕，烦恼成为天高这个破口。进去的话，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来弄饲料有时候都固定的那个时候我们又不能进去，这样所以的话就等于说清除也很难要抓那个动物的话还要去拿那个猫的那个篮子才可以抓抓的话跑来跑去的话，这样的也是很累的。希望今天是邀请跨局处的一些好朋友，我们希望能够启动公务局它的这种还有这个停管处启动这些空屋来作为这个停车场用地，那由市政府来奖励它的减免地价税，来鼓励这个私人土地来做一个拆户的动作那希望说这边也刚刚好也是一个观光的热区，希望能够多一点停车场，那减少我们登革热未来可能的破口，因为我们有实际的跑进去那些空屋看前一阵子有下一个大雨，里面几乎都有积水的状况。那不要说我们现在在防疫新冠肺炎的当下，不要忘记了登革热的旺季已经快到了，所以我们不希望说这个会变成一个破口。健康处执行环境污染，议员邀集公所、毒化局甲环保局等相关局处来了解，伫征收遥遥无期的状况。希望公权力强行介入，伫4月底限期所权利改善，也是交由公所利用，提出免地价税等种类办法，将空厝拆除作为公有停车空间。对此，区长坦承，地主意愿拢无够，不过一定会尽全力沟通。空地空屋的一个授权呢，我们会再去做
做一一的再去做拜访哦，看看是不可以让我们后续让我们再做认养的一个动作。那其实说真的，认养这个也有一定的困难度，因为所有权人至少要过半同意我们才能够去做。所以说我们还是会一户一户的去做，跟他们做说明沟通哦，也希望说他们能够让我们做认养，但是让我们整个南昌里的环境能够更加的一个美好了哈。当然，伫公所甲地主沟通的过程，现阶段环保局会加强消毒，并且设立移动式监视器，加强污染行为的修正甲开单处罚。电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现在为了对抗武汉肺炎，清洁队的队员除了要维护城市的清洁以外，也需要负责城市的消毒，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防疫关键。对此，15号中昼，市长王伟哲也特别前往南区的清洁队，慰问辛苦的清洁队员。同时，市长也请全台南的清洁队员食中昼顿，感谢因这段时间的努力。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环保局南区区队，来跟大家一起有一个温馨的午餐。那这个第一个因为我们大清洁队都很忙，所以说我们选择午餐的时间。那每人都要吃午餐的，那我们请大家吃一个午餐聊表心意。那用便当是最快的哈，而且坦白讲，现在因为新冠肺炎所以说一些餐饮业者比较辛苦，所以呢我们就选购了一些便当所以一方面也促进大家，希望大家都来吃便当，一方面也是对清洁队员的辛苦表示敬意跟谢意，尤其防疫期间他们的工作量都增加了，对环境清洁的需求增加了，而且登革热这个流行的季节，大家就要提高警觉，所以对环境的清洁滋生源的清除又工作量也增加，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谢谢我们清洁队的同仁，也谢谢环保局各位长官同仁大家的用心，能够维护台南市更清洁的环境。环保局强调，市府拢是非常重视清洁队员的，拢有持续编列相关的预算，增加防疫的装备，保护队员的健康。局长也呼吁市民使用过后的喙仔莫乌白乱弹，避免造成病毒的传染。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讲到台湾的观光胜地，相信真侪人会想到屏东的垦丁甲台南的安平。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也让侪观光旅游业受到冲击。对此，台南民俗文化发展协会特别办理屏东垦丁甲台南安平的双城民俗论坛，双方针对民俗经营等方面来做交流。市长王伟哲也特别到场，并送上现在上夯的台南伴手礼，期待双方透过经验的交流，提高整个观光的品质。今天非常高兴能够热诚的接待、迎接我们来自屏东的民宿观光协会许多好朋友。这个我们台南跟屏东都是观光大城，所以说我们很希望说有这个机会来做交流。其实坦白讲，平常大家都很忙，那现在碰到新冠肺炎，其实正好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时间舒缓一下这个情绪，然后大家可以互相观摩。许多屏东、垦丁在这次坦白讲，在这次这个清明假期清明连假的时候，有很多民众都往垦丁跑。我们都知道说，可以知道垦丁的魅力所在的，所以我们有很多需要跟屏东交流学习的地方。那有些好的部分，这个我们一定要互相交流。那有些该检讨改进的部分，有时候我们自己看不到，请屏东朋友帮我们看从这个游客的眼光来看看我们这个许多景点需要检讨的地方。我觉得教学相长，互相交流，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很感谢来自屏东的好朋友，哪一天我们要组团去屏东看一看、走走、看看、逛逛，那互相有学习的部分。
那台南跟屏东本来就是一个兄弟县市，我们真的是很热切、高兴欢迎来自屏东好朋友。那台语有句话说“有心来给短能港啊”，那果然他们真的是要住好几天。那真的很希望说，这几天里面大家能够不仅是我们民宿业者，还有很多甚至我们的饭店业者，还有许多美食业者，也希望多跟他们交流。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更何况屏东并不远，所以那更高兴了。即届邀请了80位的民宿业者到台南进行4天的培训甲交流。观光旅游局强调，疫情期间也会配合各协会来安排一系列的课程，让业者会使提升家己等待疫情减轻的时阵的旅游高峰。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市议员吕维英表示，口罩实名制上路到现在超过2个月，社区药师逐工无用装口罩，帮忙代收。辛苦无大紧，有时爱阁冒着被民众来责骂，因为药师拢徛伫咧第一线，甲民众来接触，因此甲直达外语的执行长王凯明合作，共同采买1000副的护目镜，捐赠予台南市的药师公会，希望提升社区药师的防疫装备。在这一次的防疫里面，我们台湾有让很多人值得骄傲的一个成绩。那除了要感谢中央政府防疫得宜，其实我觉得其中最主要应该要感谢的，就是这一群站在第一线不辞辛劳的药师们。毕竟药师在第一线，其实常常有很多的情绪都在药师身上。那赚不到什么钱那又必须得去忍受这样子的民众的不理解。那除此之外，又有可能有这个感染的风险，所以我们就会想说，那是不是趁这一次可以的话，尽自己能够的力量来帮忙这个药师能够取得这样子的一个医疗用的护目镜。那也希望说，药师我们在前线工作的时候，能够更守护自己的健康，因为唯有守护自己的健康，才能够守护大家的健康。台南市药师公会理事长吴正明除了代表社区药师感谢民间的关注，另外市长黄伟泰嘛亲自出席，感谢民间企业的响应，共同做伙为防疫来努力。我们看到的就是来自直达外语的爱心，这个护目镜，我看到的其中实际上是最好的其中几个，这是软的，不是硬的，戴起来这个不会痛，有时候太硬了戴起来会痛，这个刚好可以完全 cover 住你的眼睛，所以这个给药师跟医护人员使用是最适当的。医护人员直接接触这个疑似的病患，那药师因为直接跟面对很多来领口罩的、买口罩的，或者是来药局，因为来药局很多的人都是身体状况比较，有时候去买药啦，或者是去拿处方签来配药，都是健康状况比较不是很好的。那给药师多一个保障，这我觉得是应该是要做的。而且这个口罩是很容易再清洁，可以再清洁使用过可以再清洁的，不是一次抛弃性的。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药师为我们服务，我们就是要保障药师的健康。伫个捐赠仪式中，药师公会理事长嘛特别提供粉红色的喙罨，予所有的出席成员来配挂，共同响应疫情流行中心的政策宣导。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